歡迎收睇智叻選購貼士，我係 VC。呢一輪呢，屋企濕立立啊，啲衫褲晾極都唔乾，仲有陣噏味添噃。咁係時候呢，要買翻部抽濕機啦。咁而家呢，好多嘅新型號呢，仲有埋空氣淨化嘅功能，一機兩用，慳位又方便噃。嗱，咁市面上幾乎所有新款都係壓縮式嘅抽濕機，運作嘅原理呢就好簡單嘅啫。嗱，咁首先呢，就係吸濕啦。咁咧，佢風扇咧就會將嗰啲潮濕嘅空氣咧抽入機裏邊，經過冷凍管咧，咁空氣裏邊嘅水氣咧就會遇到冷凝而結成水滴，就好似嗰啲冷凍杯外邊出汗咁樣。跟住咧就係排水啦，水滴咧就會收集到去水箱，而乾燥嘅空氣咧就會經過散熱管加熱後咧就會排出。咁所以咧個出風口咧係會感覺到一啲嘅暖氣嘅。就係靠呢兩個嘅步驟咧，就不斷循環，就可以達到抽濕嘅效果啦。咁市面上嘅抽濕機咧，主要咧就係分兩大類型。咁第一種咧就係獨立嘅抽濕機啦，而第二種嘅就係結合空氣清新功能嘅2合1抽濕機啦。咁大家買之前咧，其實真係要諗清楚啦，係買獨立嘅抽濕機啊，定係買2合1機？嗱。假如咧喺疫症期間咧，你已經買咗一啲高規格嘅空氣清新機嘅話咧，咁其實直接買抽濕機就得啦。否則咧2合1機咧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最起碼咧都可以慳到位啊嘛。嗱，咁佢雖然嗰個空氣清新嘅功能咧係屬於簡化版，咁但係一般家庭咧都已經夠用噶啦。咁不過要留意噃。有啲嘅抽濕機咧就聲稱咧係可以加裝過濾器咧，要嚟淨化空氣嘅。嗱，咁呢一類咧只可以係叫係附加空氣過濾功能嘅抽濕機，就唔算係真正嘅2合1機喎。點分辨啊？真正嘅2合1嘅機咧係有獨立空氣清新模式嘅。嗱，既然咧就要買抽濕機，當然咧就要注重佢嘅抽濕嘅能力啦。嗱，咁大家睇廣告嗰陣時咧就要小心啦。廠商咧通常咧都會用攝氏30度、80% 嘅濕度作為測試嘅環境，而得出嚟嘅數字咧就係比國際嘅測試標準攝氏26.7度、60% 濕度咧係高出成3成嘅。咁例如咧廣告話係27公升咧，實際咧可能只係得17公升嘅啫。咁好在咧，抽濕機咧係要顯示能源標籤嘅級別，咁所以咧國際測試嗰個標準檢測出嚟嘅數字咧都會寫出嚟嘅。咁不過咧，大家就要小心啦，唔好將兩組嘅數字混淆。咁以下咧就係國際測試標準嘅除濕量。嗱，咁小空間即係100平方尺以下嘅咧，每日就係6至10公升；中空間100至200平方尺，每一日就係12至16公升；而大空間就係200至300平方尺以上嘅咧，每一日就係18至25公升嘅。咁喺香港市面嘅抽濕機，同一個牌子，如果佢嘅除濕量每一日係可以做到12至16公升嘅話咧，佢已經算係中高階嘅型號，足夠一般家庭使用噶啦。咁喺功能選擇方面咧，基本嘅功能咧就包括咗自動模式啦、手動模式啦、乾衣模式啦、連續抽濕等等嘅。嗱，我咧就會特別注意乾衣模式啦，因為除咗喺一啲潮濕嘅日子之外咧，平時用得最多嘅咧就係要嚟乾衫。嗱，而手動嘅模式咧就可以自己去調校最適合嘅設定。咁而風速嘅調節咧，亦都好重要，尤其是係有初生嬰兒嘅家庭咧，就會去揀一啲有靜音嘅型號。嗱，咁由於咧抽濕機咧就屬於高耗電量嘅電器，咁變頻式嘅型號咧就可以自動調節嗰個壓縮機嘅轉速。咁濕度咧高嗰陣時就全力運作啦，濕度低嗰陣時咧就減慢，就比起嗰啲定頻式咧就慳電50%。而聲音嘅分貝咧，亦都會低好多嘅。咁至於水箱嘅設計方面咧，水箱嘅容量咧，通常咧就係同個機身大小成為正比嘅。咁有啲嘅型號係可以外接喉管直接排水嘅。嗱，咁假如大家咧係想買2合1機嘅話，就要留意啦。
二合一機嘅空氣淨化功能咧，通常咧都會比較簡單，就要視乎廠商咧移植咗咧幾多嘅原有技術，加埋例如 HEPA 嘅高效嘅濾網去過濾煙霧啦、塵埃啦、花粉啦，甚至乎係甲醛嘅。但係如果住喺一啲空氣質素差嘅地區咧，咁就建議咧就買翻獨立嘅空氣清新機啦。另外我發現廠商咧通常唔會詳細公布二合一機嘅空氣淨化數據，可能咧就係怕影響獨立空氣清新機嘅銷量啦。嗱，咁想知道多啲嘅實測嘅資料咧，咁啊可以參考消委會今年2月嘅報告。而最後我有個溫馨嘅提示，準買家睇中咗某一個型號之後咧，最好咧就係去陳列室或者係實體店試機，聽下佢嘅運作聲，了解清楚佢嘅功能，同埋咧參考埋咧本地用家嘅評語。嗱，咁今集提供嘅資訊同埋意見純粹係用作參考，歡迎大家留言交流。喜歡呢條短片嘅朋友，請你俾個 like 我，順便分享出去，同埋撳埋個啷啷訂閱呢一條嘅頻道。我係 VC，祝大家買得安心，用得開心。我哋下集見啦！